消息，咱来关心根据气象预报的资料，南澳未来这几啊天恐惊是会出现历史性创纪录的高温。意大利16针对16个城市发布天气烧热红色的警报。西班牙火烧山的情形目前嘛已经失去控制，当局是赶紧把几啊千人疏开。那希腊嘛因为高温的警戒，旅游业嘛受到真大冲击。 至少10座空中救援加地面300位消防员全力致力控制喇叭马岛的森林大火，至少4000人被撤离出警戒区域。民众因为担心拢困袂落眠，全国的温度可能拢伫咧摄氏25度以上。 Intentar también salvar la casa, porque por la noche se va a meter viento de arriba hacia abajo, y si esto no lo tenemos cerrado ahora, se nos puede saltar el barranco. 自17开始，温度会更加悬。伫南部的塞维利亚附近的瓜达基维火国的温度有可能升到摄氏44度。西班牙、意大利甲希腊已经连续几落天温度拢称正悬。意大利伫16针对16座城市发高温的红色警戒。新的高气压卡戎正自北非向南平线，有一寡地区温度可能会升到摄氏45度。接落来几天，南澳的温度可能会创新悬。We have recorded last week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up to 60 Celsius. So now this is not air temperature in the meteorological sense, but it indicates the actual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surface, and we believe that it will intensify. But for July, for next week, we see another heat wave reaching southern Europe with even higher temperature, and that's really 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希腊也因为天气热，旅游业受到影响。雅典的卫城伫顶礼拜上热一天关起来，保护游客。根据最近伫咧自然期刊所发表的一篇研究，2022年热天破纪录的高温，已经伫欧洲造成61000人死亡。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热天气发生的频率愈来愈悬，持续的时间愈来愈长。天气热可能会造成裂衰竭、严重脱水，增加心脏病加中风的风险，也会影响建筑运输等行业，也可冲击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爱赶紧有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